真理、吴真理，各位念坛师、各位真神大德，大家午安。好，大家午安。今仔日真欢喜有这个机会来这里，大家共同学习。首先感谢上天的慈悲，咱祖师的奉赐，师公师母老大人的大德，好老师领导大提升，以及咱这个文书一定要做对这个安排，好生来切会，就是希望这个机会，大家在这个重要的性质，大家来共同学习，用参老祖的胜利啦。今仔日是咱开启这个3楼大讲堂，学第一次站在3楼大讲堂，非常的诚惶诚恐。听说音效可能要让或许讲述慢一点，或许也试着看看。如果有所不足，也先请各位真人加油啊，见谅。今仔日甲大家分享的是《道德经》的第50章。咱《道德经》学习到即马，而且即马看到第几章，咱应该没什么感觉啦。第几章就是一个数字尔嘛，所以咱嘛是来看一下。前辈者，家己先甲你简单的一章叫做啥物？这章呢，偏红章，当然有很多版本啦。这个版本应该把是八公先道的总点对，是你讲这个偏红章进前，就较这几礼拜，好几个礼拜都在，应该是讲应该是正年了。在介绍这个题目之后，也先讲不一样的心，不一样的心。最近这2礼拜更加的投入，后续就有一个心得了。真的咱拢讲啦，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朋是啥物？是朋友的意思吗？这朋范围该比我宽，就我之前分享，咱的自性是咱的朋友，咱比自性生发出来的感想，非常的快乐。自性生发出来的感想是咱的朋友，就我最近道德经甲经典，字句句，咱即摆嘛是共款会当做起来个。字句句去感受，真正是无限的心得，不亦乐乎。所以咱以经典为由，有这个经典，这个朋友从远方来，对咱的心生出来，咱的感想，真的是太快乐了啦！这是有我最近的心得，我先以各个马上来破题讲述一下后续的心得。这种叫做悬浮章啦。后尾我嘛有淡仔想，为什么叫做悬浮？道德经的第1章，就甲咱讲，言之有言，众妙之文。第1章就讲啊，得可得，不可得，免可免，不可免，这么言之有言的物件，众妙之文。所以这个言就代表看不清、说不透、摸不着，但是咱又搁体会得到。当中这黑就当中没有这一回事，黑的是要让咱在心中不断的回想，不断扩，咱的灵性不断去给滋养。所以呢，悬浮这个章合起来好咯。什么是符？符就是符合嘛，会当到这位，代表是对的嘛。这符是代表以咱人来讲是代表什么？上解好的解说就是曾子啦。曾子讲过心止于符，所以这个符是代表咱的心啊，咱的心最符合的，上界符合这个道啊。所以这个妙不可言的道，由咱的心感受出来，就是这种的大意。所以悬浮章对咱的心，今仔要讲的是啥物款的心？这种非常的好，因为老祖非常崇尚赤子啦、严厉啦，这种完全就是讲严厉形容。所以这种呢，咱拢定来讲爱有赤子之心，
其实呢，这种讲甲较深，不知恰助之心，佮要有恰助之德，赤子之德。咱这种就是要探讨赤子有啥物款的德行呢？咱即摆先甲本文先甲伊看一下，来互我简单将意思解释一下。之后互我会带读大家台语版的吼。咱即摆先甲伊看一下，因为伊的本文可能光是用国语来看都看不上。我这边是用国语念一遍含德之后，比于赤子，蠕虫不遮，猛兽不惧，绝鸟不搏。虎若金斗而过物，谓之匹鲁之何而追作，今之至也。我先简单将伊意思甲伊翻译一遍。含德之后这德行遮尔高，有遮尔先天的德行，就是恰助啦。恰助就遮尔高的德行，天生遮尔高的德行，伊通使着毒虫、猛兽、绝鸟，这活动袂去甲伊侵犯。伊本身不头真流落，伊的音真溜，但是伊却会当紧紧的抓握一切。伊唔知影雌雄的交合的情形，但是伊的精气嘛非常的饱满的现象，这个是伊的先天之精饱满的到极点的情形。那我一段，终日毫而不丧，何之至也？知和曰长，知长曰明，一生曰祥，心使气曰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矣。恰助会当规律淡薄好，但是伊的脑拢袂烧声，这就是伊的先天之气，伊咱把伊的气处理中和的情形，中和发挥到极致，会当有这个和的气保持了，这就是咱生命中应该有的常态。咱若知影保持常态嘛，知影这个常态的道理，咱就有名有地位啊。咱若唔知这个先天的道理，去追求后天的逆生，这算是无好的。心疏气是，而且咱的心还想要来指使一切，要指使咱伫咱身顶的气，这就是非常强势的行为。这样款的强势，只是互咱外在的不断的，虽然看起来真健全、真强壮，但是这种是乐的道理，老的道理，这是不道，这是不道的。那加上这个不道的道理，会很快咱就败亡啊。以上是简单的白话解释啦。白话解释讲起来，咱读册可能10分钟就看了啊。但是心灵呢，就我去看网络上一寡名家在解释这种，大部分拢20分钟就讲了啊啦。要讲过超过半点钟，就我就无啥看。但是咱搁家细细看伊的心得，真的这种其实3点钟嘛讲会落去啦咱今日5点半钟的时间，咱来探究看卖啊。以下咱来读出一遍咱电台用的台语的读音啦。小花，当然这个台语读音，小花看过好几个版本。其实每个前辈者都有伊的想法，后续都有会议保健的这个注解，来做变成伊小花的分享。小花，咱用音标啦，音标看无要紧的对小花念一遍含德之后，含德之后，依切主，依切主，独强不息。独强不息，免受不义，免受不义，强鸟不扑，强鸟不扑，不欲因流离压国，不欲因流离压國，未其並母之合，未其並母之合，離宣族，以宣族，經之地啊，經之地啊，將你合離不切，將因合離不切，何之地啊，何之地啊，地合月祥，地合月祥，地祥月明，地祥月明，日升月祥，日升月祥，心思氣月強，
心思与活强，物中即乐，物中正乐，是为不得，为不得，不得则已。不得则已。上是后学针对咱的读音咱来记录一下毕竟这个读音中有点快要失传了所以我是有花点时间来研究这个以下咱来逐字探究。相对第一步啦咱的标题就是本文今天后学心得会归纳，我等一下秀出来就是红色字体，就是后学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归纳出来恰注什么款的德性。因为讲来今日嘅重点真简单，就是这句话。若要讲到这一章整个的章词重要，就是第一句。老师是要强调，恰注有非常厚的德性，就是这样而已。老师惊咱唔相信，要记真济个。当然记过例了，咱若可能自己感想，咱嘛感想会出来恰注什么款的德行。因为讲起来恰注，以咱人来讲咱会感觉小婴儿哪有什么战斗力？完全没有嘛。但是世间的一切，唔是咱要看这个战斗力。恰注由先天上天予伊的附着伫伊的身躯顶，咱就是要感受这个物件。因为若要讲强，有一天咱嘛是变弱，那有可能佫比小婴儿较弱。所以咱完全毋是要看这个强弱。上天的这个物件拢寄予伫这个恰注的身躯顶，互恰注的这个展现出来，就是上天要甲咱讲的代志。这是恰注字条上界定位的所在啦。所以开始咧讲到含德，含拢知嘛，含住一切，包含一切。含天生就有，老祖用字遣词很精准恰注天生就有，含这个德，而且佫真高。德什么是德？拢讲德，是讲你把这个德行摕出来，咱摕袂出来。所以德本身就是无形无相，但是这个德的作用伊佫非常的大。一个人若是有德，咱会很自然看到伊就非常的恭敬，看到伊咱就会委屈咱家己，咱都不敢去争先。但是这个人若无德，就算伊的地位再悬，咱赶快会豁出生命跟他拼了。这是一个很神奇的现象。所以蜀中嘛捌讲过德性是最美好的东西。咱若有这德行，就可以感受到这个生命何其美好。咱若处理大家拢甲咱针锋相对，其实这是足痛苦的代志啦。咱若有德行，咱处理处受人家的尊敬，真的是生命真美好所以含德之后，老祖嘛是希望咱的人生都可以含德之后。那有可能先天的德一直失去，但是咱知影这个道理，就是要甲伊补回来，互伊恢复。所以德就是道的作为，咱深入真理的真相，全部一切美好的都是伊的真相，就是德啊。有当时人来讲，伊的道理讲啥我听无，但是伊的真相就是要互咱去起悟这个德，就是要互咱有德利益，道理无复杂。就是要让我们有德这个后就是足顺的，足大嘛，足大在咱讲很厚嘛。67种老祖嘛有讲嘛，天下之谓不道，大事不孝。大甲啥物拢无成，有成当一道所以这嘛是这个若无高当一德恰做德佫真高到咱看不到它的边界，这就是非常殊胜的所在啦。所以呢，恰做这个德，含德之后，伊的天生就有纯义不移的道。这个纯义不移，那读经典应该有印象，像的道，像的德是纯义不移啦。考一下试啦不要紧答案在中庸啦。文王之德之纯，文王的德上界纯
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义，就是孔夫子甲文王赞叹。文王是安怎叫做文？其实文咱毋通当作是文理啦、文章啦。其实伫古早伫孔夫子迄个时代，文就是道的意思啦。所以咱赞叹孔夫子诶，还是赞叹先王弄一下斯文在道。斯文在职的。斯的这个嘛，这个文在这里，这个道在这里，用这个文代表这个德啦。所以文王之所以为文也，文王想要这么有德呢，因为伊诚顺，顺义不义，恰主嘛是顺义不义的德，含义之后恰主非常的顺，所以呢，伊所显现出来一切，就是咱的自信的点啦。伊显出来是这个德嘛，德伫咱的祖先或者是祖先嘛。所以有阵时咱拢会讲，什么是祖先？祖先咱唔知，祖先要安怎做，还是要安怎表现？伫车主身躯顶咱看真济，今仔日真欢喜啦！伊当规种拢讲车主都不用分心在其他的所在或许有人喜欢这种感觉咱专注在看车主身躯顶这一张非常的痛快啦。好，车主啥物叫做车主？红兄打生出来，这可能就一阵仔时间啦，袂偌久啦，马上先天一出来这个瞬间的最纯正先天的时阵，先骨拢红啊。所以古早在看，古早从古至今拢无变，生出来红啊，当然小血液全身通透，然后经过产道压迫，全身血液拢活络起来，所以生出来就是这个血。恰主刚出生，浑然先天之气，所以咱正常的情形看到，刚出生的定义是从天而来，咱这两东西秀命嘛，这么珍贵，从天降下来的宝物太珍贵了，是咱一开始就甲恰主的心互相契合。第一句就甲咱讲了，含德之后必以切主，含先天嘛，恰主先天就有这德性，咱该感觉这公平嘛，不用努力就有这么大的德性，其实咱人嘛是共款啦，莫讲先天，莫讲打生出来，咱即摆嘛是，咱只要有维持住咱心中这个德，我们甲恰主共款。有的人讲钢琴要很认真、很努力，没有错，作为是要很认真、很努力。但上界重要是咱的知见，咱是不是有这个正知见？咱若有正知见，知影这个道悟，这个道不用很认真，不是叫咱要去认真的，是叫咱唔通伫别个所在伤过认真呐。马祖道一禅师有讲嘛，道不用修。但莫无染，共款啊，恰主无污染啊。老祖嘛有甲咱讲啊，绵绵绿纯，用之不勤。讲这个国性不属的道伫咱的身躯顶是绵绵若存的。咱身躯顶的绵绵若存，绵绵的是咱看袂到，但是感受得到有伊的作用，可是又有绵，又无法掌控到。绵绵绿纯，这个道伫咱的身躯顶，咱要甲伊用。不用很辛劳啦，咱该迄个去契合这个德，不用很辛苦，咱正知见调好调，不断的去契合原本咱的先天窍一开，咱有啥物款的契合，唔通去追逐外在，嘛唔通想讲要内在先天后天都要甲了啊，咱唔通想讲外在名利我要去内在的修持，我嘛要有，安尼咱这太辛苦了。外在一动，咱内在的影响就伤大啦。所以呢，专心伫咱的内在，这个道就是绵绵若存啊，用之不会很辛苦的。所以恰主天生的有这道，这嘛不是虚言啊，其虚言在这拢是讲。所以咱规种，咱今仔要讲的规种的道理，拢是伫咧开始。恰主之德，恰主之德嘛，就是咱众生本有的自
去点火，咱本来就有这个电，咱唔通去失去这个电。好，讲到车主这个电嘛，咱即摆爱较悬的赞助啊，唔通凊彩甲家己的随便啊，甲家己的幼稚啊，甲家己的放纵啊，拢讲我这是车主之心啦，我无啥物歹意啦，你感觉我都无咧，感觉我都幼稚，我都车主之心。即摆毋是安尼讲啊，咱只要要讲到车主之点，唔通随便甲家己安上家己车主当做无代志，没有这回事。德性有一定的抗战，毋是讲凊彩就凊彩。所以咱今日先把这个标准给我关。好，车主有啥物款的特性？这是游客的感想，游客会照着家己的感想，经典所有的来分享，今仔日游客要甲大家整理出来的有啥物款的特性？这点人的内心本质，其实拢会想要得到车主的回馈。袂有囝儿时势，人甲人的斗阵。当咱真心要为对方好的时阵，其实咱拢希望安怎？都希望看到对方真诚的笑容。我对你好，是希望你快乐，希望你今天快乐到没有自我，开怀大笑。咱得感觉我的付出有了价值。咱拢爱咧想嘛，咱即摆感情诚好，我希望你快乐。对啊，咱人拢有这款的心啊。我们希望得到对方像赤子一样的笑容，咱就感觉很有成就感啊，我的付出有了价值。咱在做人的时大有后悔了后，那么真希望讲，我希望带给我的后辈，我嘛希望伊足快乐，像个车主安尼快乐。当咱若看到伊优秀，咱就你真正做囡仔毋是足快乐吗？为什么不见了？咱的内心拢有这种感慨啦，舍不得啦。所以咱人的内心其实都会有跟赤子连接在一起这种很本然的愿望。所以车主一点第一点就是呢，足主人呢，有主人之义，包括讲伊本身甲德性共款。包括讲咱内心上界根本的期待，其实拢甲车主脱离不了关系。为人功成名就一辈子，到后来伊发现伊真孤单，伊真无快乐，他只希望好好的，好像呢开怀大笑一场，让他亲像囡仔共款，无忧无虑，内心本质都有这个小小的愿望，所以车主就是很自然的啦。伊随时拢要甲咱掠转来这个主人的境界。什么叫做主人？道德经的第25章道法自然。道法这个主人不是指一个大主人，是指伊的本体。道就是依顺伊的本体，所以共款车主就是